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8月2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4篇15节到22节，约书亚记22章第10节到20节，罗马书13章11节到1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睡醒。社会上流行一句装睡的人叫不醒。最近呢，在台湾的政坛上有某个非常致命清高的政党被挖掘出假账一堆，甚至他们向党员募集所得的款项流向了自己家的口袋，这样的一个情形。然而当事人还一副事不关己、理所当然的一个态度，也真正的符合了这句话的一个形容。最近我们在好几次的读经分享当中提到了基督徒应当要警醒戒备，也提到了基督徒要预防法利赛派的人以及希律的毒效。也就是说，基督徒要被提醒，要醒着，千万不要睡着了。敬拜上帝，赞美上帝，听从上帝的诫命，使人警醒。约书亚记22章第10节到20节记载了约书亚时代以色列人足坛的事情。吕遍、迦得和东玛拿西支族的人来到了基利地，还在约旦河的西岸。他们在河边筑了一座又大又壮观的祭坛。有人告诉以色列其他的支族的人说：“看啊，吕遍、迦得还有东玛拿西支族的人在基利律，就是约旦河的东边河岸，筑了一座神坛。”以色列人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全体会众就聚集到示罗，要去攻打东岸的支族。以色列人派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到基列去见吕遍、迦得和东玛拿西支族的人。有10个领袖跟非尼哈一起去，他们代表着约旦河西岸定居的一个支族，都是宗族里的族长。他们来到基列，见到吕遍、迦得和东玛拿西的人民，就代表上主的全会众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做了这个恶事，冒犯以色列的上帝呢？你们为自己筑这祭坛，背叛了上主，你们不再跟从他了。你们还记得我们在披尔犯的罪吗？那时上主用瘟疫惩罚自己的子民，我们到现在仍然为那件事受苦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你们现在要拒绝他，不跟从他吗？你们今天背叛上主，明天他就对以色列所有的人发出恶怒。你们的土地不洁净，不宜敬拜上主，你们尽可过来这一边，到上主的圣墓停留的地方，从我们当中得一点地，
只是不可背叛上主，也不可背叛我们，不可在上主我们的上帝祭坛以外另筑祭坛。你们要记住谢拉的子孙亚干的事件，他不遵从命令，没有销毁该销毁的战利品，以色列全会众就为了这件事情受处罚。亚干犯罪，连累了别人跟他一起死亡。分配到约旦河东岸的3个半支族竟然筑起了祭坛，违背了上帝。他们的信仰良心睡着了，醒不过来了。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，罗马书13章11节到14节提到，你们必须这样做，因为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时候。这是你们该从睡眠中醒过来的时候。现在我们比刚信的时候都更接近上帝的拯救。黑夜快要过去，白天就要来临。我们不可再做暗昧的事，要拿起武器，准备在日光下作战。我们行事为人要光明正大，就像生活在白昼的人一样，不可纵欲醉酒，不可邪淫放荡，不可纷争嫉妒。但是你们要以主耶稣基督装备自己，不要只顾满足肉体的情欲。真的，基督徒的信仰不要只顾自己的情欲，自己的想要。这样的人就容易沉醉在自我而失去了警醒的生命。诗篇34篇15节到22节，上主看顾义人，垂听他们的呼求，但是他们敌对作恶的人，他们一死就被人遗忘。义人呼求上主，他就垂听，他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。上主亲近灰心丧志的人，他拯救心灵被压碎的人。义人遭遇许多患难，但是上主救他脱离这一切。上主保全他，连一根头发也不被折断。罪恶使作恶的人死亡，憎恨义人的人要受惩罚。上主要拯救他的仆人，投靠他的人免受惩罚。感谢主赐给我们救恩，赐给我们恩福。求主帮助我们警醒警戒，使我们能够脱离凶恶与试探，不再沉睡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